3月12號，星期三，跑快活谷記夜賽。睇咗今期記靈籤，就揀咗第一場同大家解讀下。純粹根據靈籤記話，睇好爆冷呢兩隻馬有機會串 Q。睇過現時賠率，如果呢兩隻串 Q，暫時都有2000幾蚊，相當好分，真係值得大家留意下。好，即刻同大家睇下第一場。第一場第5班1000米草地，今期報紙靈籤係第16籤天邊阿貝夕陽回。單單睇呢句靈籤，有兩隻馬基本上我係必定要揀價啦。5號一石二鳥，靈籤中有講到阿貝，咁啱本身就係講鳥類，所以好明顯我係會要呢隻先。另一隻11號鑽色翱翔，靈籤中阿貝講記就夕陽西下，群鴉紛紛回巢。翱翔就係指群鴉係天空飛記動作，所以最明顯記呢兩隻都會先要返。其餘馬匹我就會考慮埋以下呢兩隻馬。7號有心意，當中靈籤講夕陽西下，群鴉回巢，所以記係一個意境，所以我就取有心意當中記意字。另一隻會考慮埋10號日新月着，夕陽西下，意解為準備迎來晚上，日落後而迎來新月，此乃是另一意境也。今場第一場解讀咗自己記4隻心水，而家總結一下。先要咗5號一石二鳥，11號鑽色翱翔，其餘馬匹分別係7號有心意同埋10號日新月着。最後祝大家好運。